艺术水就好，各种解水文具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水，解文水利。好朋友，咱知影讲，一个幼囡仔饲的大汉，老爸老母苦心用上介济，过来身躯边亲情阿公阿嬷、姑阿姨阿叔啊，大家拢关心有着，甚至厝边头尾嘛拢看顾有着。但幼囡仔，倒一个毋是出去喷到大康势利，有时啊讲到乌青结火，咱知影讲乌青结火这台语的成语，各种常在咧招你研究。乌青两字解说就有够啊，毋过后壁加讲一个结火，就是加强口气。讲到乌青结火，当要安怎？亲朋戚友，大家定为我来关心安尼。即句亲朋戚友，原来台语的成语。那华语咧讲是亲戚朋友，台湾俗语有人讲亲情50，啊亲朋戚友，这算汉文的讲法。有完啦，亲朋两字就有够啊，后壁这两字戚友，原来是伫咧补充的啦。啊当然，大家好意哦，讲摕药膏来抹，讲哦倒一个先生较够看，这无要紧哦。你千万唔通去信迄个无牌的赤脚仙啊，吹尖字来。即句原来台语的成语，吹尖意思讲一喙挂香枝，有才调讲甲飞天转地，安尼阁无当紧。成语后壁两字阁甲赞落，吹尖以外阁在字内，有才调安尼甲你拖咧行，讲免烦恼啦，乌青结火吼，迄先生无够看，来哦，我在组团的。实在讲啦，社会变迁，科学昌明，啥物组团的无组团的，拢爱经过政府检验，有法律药证出来，才听好落药房咧卖，唔好安尼乌白叫乌白卖，这是违法的呢。唔好去信人一寡讲话做仙丹妙药，迄有时啊会误着家己的正头呢。当然咱知仙丹两字都有教下你，毋过台语的成语各种常在咧招你研究。咱特别斗四字，原因因为四字较好记，所以仙丹意思会合，后壁搁两字踏落去，讲叫做妙药。仙就是妙，丹就是药嘛，这两字妙药加讲的嘛。毋过讲仙丹妙药，敢毋是加真好记？这就是生意，台湾人咧做生意，咧斗四字艺术的所在。乌青结火的时阵，亲朋戚友来关心，这是未免一定发生正常的代志。毋过毋好听人喙尖字来讲仙丹妙药，安尼有时爱顾着正头。